绕境是下午啊，大概1点半、2点就会到天后宫这边了。来内田庆和先，翕一个吼，翕一个啦吼。哦，这拢你带呢？这你带哦？我小弟带。好耶，谢谢。这是菜啊。好，谢谢啊，好，真好，谢谢。来看老热啦，讲逐工拢有老热人去看，足方便的。啊，真个声音是要来的呢。妈祖遐，伊迄个，哦。